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咱乡亲讲的就是禁区。哦，禁区哦，咱台湾人禁区太济，真济吼。像讲哦，咧做戏的人、有艺术的人，袂用去上水啊。哦，要上水的人，搁较袂用去艺术啊艺术的啊，啊，有个规定讲遮偌久，上无爱4个月， 4个月嘛。嘿， 8日了后，啊，过迄个过年时啊，听讲袂使讲死啊。哎呀，讲死叫何罪啊，你个饭店啊，袂用有4楼。啊，对对对。对啊。啊，即摆咧听讲啦，迄个哦，个车牌啊，后面老死啦，死咱们迄个死的，听话啦。是哦。啊，死人较歹啦。所以较早有一间饭店嘛，是日本人起来住啊。嘿嘿嘿。啊，就分一间房间互伊，对，4444啊咧。啊，444号，对对。啊，你也知哦。哇，因日本人讲对这死吼，敢若对因讲起来，敢若是吉利的字。吉利的对。好死嘛吼，好死。结果咱倒是讲好死安尼啦。哦，结果即摆来唔知倒了好啊，歹唔知啦。我是感觉啊，像结婚啦吼，听讲吼，迄个上好的，就变迄个买人的新娘吧。哦，对。啊是讲吼，迄个月内吼，上好的嘛变迄个买人的房间。是啊。啊有咧，咱的狗啊、猫啊，啥物咧生囡啊，上好嘛变去看咧。狗母会甲迄狗仔囝啊，母会甲迄囝加加死呢。我是知影，我咧读册时，我妈妈叫我袂使食鸡脚。哦，伊讲会甲切裂破。对。有影，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啦，应该是阿公妈妈爱食。啊，佮讲啥物去病院甲人探病哦，啊，要走就拜拜就好啊，莫讲再见。再见，敢若袂输，我要过来甲你看。上好是拢莫讲话啦，就做咧走就好。我去啊吼。水果食啊才走啦，袂半病人一般迄拢无啥食。有影，而且我定来去，我做你定条样，探病我知。对，啊，佮迄个去参加人的迄个出殡仪式嘛是共款，要走啊，拢莫互相。对，你迄水果帮走就好。来这套。啊，佮你姐，咱像咱女孩子的禁忌嘛，就这。他们是讲什么生囝袂使，做未来时阵，袂使洗头。哦，那怎么受得了？无啦，其实应该是讲吼，爱洗好较少咧，啊洗好赶紧找好打啦，唔通好去扣着风安尼啦。啊，无迄外脏咧呢，我第二天就洗啊呢。啊，不过讲正经哦，因查某囡仔较好。你若讲啊，进前吼，啊未生囝进前吼，啊拢有。病真济，但是你若过来做了，做好，爱补过。哦，听讲拢有身体家用我摸到只鸡汤底30几只，咪用干哪牛咧？好啦，要补身体进前。咱来看一个无禁忌，啊，佮趣味的得脚。哎，请。拍好掠zan亲家弟啊，对无？我需要为出头。我看是卖啦，你哩就去报警安尼，啊，咱就交校警方处理，校警方去抓，你莫去啦，伤危险啦。这一定要去，这爱去啦，这袂负啦。嘿啦，我讲定着，咱就来去。好，出发。等下阿姑，哦，恁这新的装扮，你徛到我嘞，拍菜，是真正要去拍菜咯？当然咧拍菜啦。来，阿姑你徛到这，啊，若剩一字咧，菜，啊，唔紧拍。拍菜，哦，我写菜，嘿啊，红拍，我无法，我要写拍较赢咯。我过去咱卖拍。哦，无，我这白车我自己用拍死，我菜啊，大家个人玩的，我，这条，对啦，头头，阮姊啊，即摆吼较受伤，较无方便，万一若要创啥货啊，无你再去甲伊做花甲斗3工啦，吼。哦，我会啦，迄我未来阿金呢。
我一定会替阮阿舅家顾好。对啦，哎呀，冰冰，你这个冰冰，对啦，对，好。好啦，安尼做啊。我搁考虑一下。对，免考虑啦。啥物？这查甫囝这，我强我强量，对，谁怕谁？加油！乌龟怕铁锤，蟑螂怕缩水。1、2、3，go！下完。加油！啊，你咱成功倒转来哦！爱加油！哎，是讲这两个吼，一个有血啊，一个天天敢掠得到贼啊？拍菜。哎呀，啊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这歹人哦，有当时来眯起来，眯起倒啊偷看，啊看迄款的吼，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，伊就走出来，就甲抢。是讲钱啊？哎，歹人来眯起来，咱是要倒去遐看。哎呦，你无听人讲啊，菜青该败，咱吼认真来等，一定会等到。啊我毋是叫你认真找，你才坐来歇困。是啊，哎，歹人真巧啦。我甲你讲，凭咱两个见头哦，这个掠袂着啦，我无骗你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就是对家己安尼无信心啦，无怪了堂会无解你。听你的意思讲，我就因为这点，才袂甲我来往。毋是这点，是足侪点的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咱对家己要有信心。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咱才会成功。哦，对啦，这点我是知，这道理我嘛捌。问题是我几岁啊？你要叫我等到民国几年？哎呦，早晚一定是咱的嘛，你无听人讲？一句话，你跌卡等，我一定去，对无？啊，咱人若去跌卡去等，等一年后一定嘛是去孙来付出来。你讲是4号的？哦，你讲迄当孙的哦？对啊。我来，我25号。单股就是你的。讲对了。哎。你讲单股就是你，这样是讲对啊。哇，你来个汉差袂歹，做茶的拢做这种歹人，拢这种。好，咱闭起。你给我走，你走哪？我唔相信你遐搞走，啊，抓着啊！你两个是咧讲啥？你是咧等人？对啊。啊，对，你等毕业才来出来买下手对无？你咧讲啥？卖大地青啦！我跟你讲，这摆叫人抓着，一定要是甲你送来警方啦！对，行，来喷手。喂，你在创啥？那夜光咧要拍人啊？哦，小姐你莫话来哦。吼，这歹人真危险，闪较边啊！啊，伊是我男朋友呢。安尼即摆安尼，即摆那边安尼，抢劫有判啊呢？啊，这叫做共犯，这叫做鸳鸯大盗。对，不要紧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两个抓一箱，传来去喷手吼。对，行，你协送他。你这协送他。今仔是这两个小摕讲咱们讲人，你还去说你的啊？无啦，警察说啥？我是你抓两个歹人。啊，冤枉啦哈。莫讲遐济，电话转来警察局跟我讲。啊？警察局？咱两个哦。无，当众电话转来警察局。会当莫去无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这个说你的，来，我扶你来啊坐。好，多谢你。过疼无哈？今仔日加真好啊，较袂遐疼。哎呦，真唔甘的呢。坐。有影糖糖啊？嘿。你敢知影阮姑娘去倒啊？啊，公公个从阮阿舅讲要去替你掠田呢。掠菜？这两个砍面的吼，迄菜仔敢遮好掠哟？万不哩若发生什么危险，看是要安怎？阿仔，我有甲因考劝啊，啊因就讲袂听，我嘛怨到。我想讲你者，哦，伊即摆的歹度吼，实在足超过的呢。迄好脚好手，啊，毋去做工，干那要出来共抢啦，实在是。哎，迄新闻哦，定嘛咧报啊，讲迄会出来共抢的吼，大部分拢食毒啦。
即摆若无钱通好买倒吼，我当咧想空，遮抢遐抢，足悲哀呢。遐个人吼，若毋紧回头，倒紧改掉吼，会害人害己，搁害着家己死哦。你等下呢？你哪会拢无爱讲话？敢若看到迄两个父仔面嘛，知影绝对出代志。过来一个。姐啊，叫你要着，真正哦，人讲若衰吼，政府会生菜瓜。要来无钱钱，就讲招讲要去公园遐掠歹人哦。我看伊明明就故意人去甲我讲迄歹人，叫我甲伊斗掠一个掠着吼，警察来，我掠派出所遐写笔录。你阁有敢怪我？你咱伫遐比讲吼，你遐再看讲歹人会出来袂？结果歹人出来，你讲一定是这个，你去甲掠，我就照做甲掠。我唔才有警察掠来派出所。我叫你莫掠出，你就讲要掠是你啊，怪你啊！怪你才对啦！怪你啦！你啦！你啦！你！那脸笑老树红，不生双人，那还什么？文啊，毋继续讲。袂好讲。有，你绝对有少济安尼满腹的委屈要讲。讲哦，讲到一支长长啊，后缩啊，讲后天，讲我吼拢莫讲啊！我以前的代志拢报公开去找小人我。真是搁继续提落。我看你哦，真正是个，我都无目麻啦。啊你咧？我，你看头毛，唔知死我你。两个加加会百外岁安尼，做代志吼，比囡仔搁较囡仔啦。我毋惊用笑破人的嘴命，拜托的好无？恁两个读较精光的啦。不歹势。无恁在改革，要点啊？我一个可爱古水美丽窈窕的姊后，我巴肚枵啊。枵有死。自你出事到这当阵哦，倒一天毋爱互我操烦着哈。我着爱去煮饭互你食哦，你哦，脏水好心。什么意思？食某。啊？食某？人做老鼠，我巴肚枵，用要动要跳，巴肚枵，用要动要跳。丽丽姐，迄阿公哥哥那小朋友呢？迄巴肚枵阁会哭，阁会唱歌。我就唔知影哦，我咧顶世人是欠伊偌济呢，迄骹着伤哦，疼到要死，嘛无通休困，着搁煮三顿互食，好可怜哦。有啦。想人甲你伤钱食哟，这较慢的啦，我都惊着。你是老子，你煮食哦，你大饭店要大中破菜，还佫好煮哦，好食好食。好听，这个好听话，我听个耳仔强要结蛋嘞。你食饭哦？是啊，你有闻到香味啊？阮。无啦。来食饭哦。我食饱啦。啊？那你食啊大嘴哦？丽丽哦，我想讲有一个代志哦，想要来请教你。哎哟，讲请教吼，我手动袂起啦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啊？是安尼啦，你昨讲去互迄抢劫抢劫了后，佫受伤，这敢有人看到？你敢干那我一人伫咧讲，无其他人在场啊？哦。天啊！你也无来无钱问这个问题，无非你有发现到啥物线索呀？无啦，线索是无啦。我是讲哦，感觉这个代志发生了伤过突然，所以我凊彩问安尼尔。呀，我听你这话语吼，你敢若咧怀疑讲我去互抢劫是假的，是为着要互你关心我，对吧？无，唔是安尼啦，无可能是安尼做。我头仔是甲你滚生笑，你无其他意思。姐啊，我感觉你这招袂歹哦，我爱学起来，我爱学起来。这招是袂歹哦，会当互双方哦更加爱对方。
你也过着幸福的日子啊，哪会歹？哎呦，安尼，我明仔载就讲我去红抢，人人就来甲我关心的，安尼好哦，哈哈，赞成。阿伟，我是感觉哦，你规气哦，讲你去互歹人赌一赌，就要串起来。原始堂堂哦，随带我们给你哦。不，一赌伤少，赌咧300多块拄好，哦，安尼好，赞。好你的头啦，好啊，赌300几赌就差不多死啊你。哎呦，堂堂叫另外谁做官府？有影就对哇。哎，学恁姊啊你，你干红抢劫尔，钱抢去人无带啊，袂去着伤对无？有理由。食饱，会亏了啦晓。青啊，我就是想袂到讲，你会认为我去用抢劫着伤是假的，是为着要得到你的关心，吼，我实在足失望。会啥？本来我在咧欢喜讲哦，我着伤你着赶紧来关心我来看我，我搁想讲青啊是一个真好，值得我靠的查甫人。结果呢，你今仔日的行为呢，互我对你的印象完全改变。我？丽丽，我头拄还拢跟生少的，大家。我的父啊！你已经错失良机啊！我袂搁互你机会。丽丽啊，你，唉，感情啊，感情这个物件哦，就是遮尔复杂啦。安尼也袂用哩，哦，真歹瞧。歹瞧，我拢互你害死啦！我来无是住边啊，住在听茶店迄度。喂，是你家己咧心头念袂定，我咧怪我的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要来转啊。堂堂啊！阿姑你转来哦？丽丽，因兜来关门。都丽丽姐甲迄阿姑哥哥去警察局啊。因为吼已经抓到迄个歹人啊，爱去警察局指认。但是也惨啊！我看要解释机会，我看凭冰天果然。嘿，阿姑，你哪好奇怪呢？迄人抓到歹人吼，是应该足欢喜的啊。你哪安尼忧头革面？现在人莫问遐济啦。来，我跟你讲好子啊，你若莫讲警察卡抓条哦，这只我迄个歹人我甲绑一个吼，喙力到规头骹，所以绑到敢若猪头，绑到敢若阿嬷袂哩拉上，我跟你讲真正毋这臭我已经转来到厝啊，莫搁赔啊。唔是啦，那厝里只法度赔对啊赔啊，无人要甲我信斗。对啦，哥哥，咱拢足熟啊，莫搁假啊，省一点力气，安尼好。丽丽，你啥物拢免讲啊！你若想要继续讲哦，我今仔耳仔礼拜嘛无听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啊！哎，Michael，你有我唔好 ，Michael get out！妈嘿，无啊，你是因啥物人？你啥叫人 get out？我看到伊就会啦。有事没 ？Michael，我准备好啦，咱出发啦。你要带？看电影哦。哦，我定定咧看电影，逐工看袂生了。阿姑，会用是无？当然会用啊！我们来看电影啊，拜拜。别你！我哪句讲会用钱啊？我讲袂用钱，行，咱紧走。得嘞，我嘛要来，等我一下啦。讲到这讲笑，就实在是。丽丽，我昨吼的代志你嘛，你嘛，敢拢免去上诉是哦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天天又开心，要互咱小久就是看有食无，干大个。我真艰苦呢。我都看了，了，晓得好食的物件，就敢若看有，我就食袂着啊。哎呦，嘴若最多是流啊。我知，咱细汉的时阵啊，尤其是阮庄脚，迄要食一摆鸡肉是足无困难，足无简单的呢。就爱有请人客，毋过请人客拢人客坐咧桌顶食囡仔，拢爱伫边仔等，对毋对？阮定定拢闭在门边啊，鸡肉要无啊啦。我阿公做鸡的时阵才有通食。就看
我是吼，看到迄个五角的领悟啦，我上，我迄阵看到上见的，喙齿都苦丁，五角的哦，好个人去食着了，一粒几百，即摆阮囝无要食啦，我无人要食啊，要收俗啊！阮是看到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。但是哥哥，我感觉吼，你的心境应该是较符合单恋。看有食无水水的姑娘，看有食无简单的。迄是恁哦，恁现代人咧讲迄啥物看有食无简单嘅，迄想的面无伤高啊。啊，那以前人拢用唱的，人唱的哦较文雅啦。来唱我麦。家军药在后啊壁高哦，草袂拍干啊咧做啊好头哦，啥人晓雄将阮头拍，煞因免死啊无够哦。哎呦，这句水呢？但是这算顶句，下面搁一句啦。来唱。阿娘生水笑啊文文，十八年纪长啊青春，害阮想着才袂困卡，惨烦恼想照顾。哎呦！这个烦恼哪会去想照顾？因为烦恼伊指挥迄个角吼，只会忝你去是王照顾你了。烦恼，烦恼。咱即摆讲是个番邦迄个番恼。哦，对啦，该用照顾的王昭君嘛。啊，这问你咧做歌会较知啊。对啊，尾啊，上届尾毋才会有昭君好番，就是安尼，甲昭君送去有番邦安尼。安尼才袂冤家啦。对啦，啊，今日俗语嘛真古锥啊，看有食无简单嘅。所以呢，这意思就是讲哦，你着爱认真，若是有意爱人的时阵，真正毋好安尼去看有食无简单嘅啦。哦，时间过了足紧的呢，咻一个30分钟又过教完呢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咱今日天天又开心，要鼓励咱青年男女，若是有意爱，爱要勇敢表达出来，才袂啊。康思鸾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也落，落袂停。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怎样搁再掠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。